我關注咧香港嘅有關嘅性罪行嘅條例咧，會唔會係有啲多不及時宜啦？咁香港嘅法律改革委員會喺2012年都已經即係指出咗有好多嘅即係有關嘅法例咧係即係性別不對等啊！即係譬如即係強姦男可以強姦女，女又唔可以強姦男喎。根據個法例嚇，咁就呢方面即係有待優化。咁另外會唔會一個即係祖父同一個祖母同即係佢嘅子孫嚇有啲行為係又係唔對等喎？法例有關方面多謝主席。好，鄧會長。係，多謝主席。咁咧就係陳議員講得係好啱啊！咁咧其實喺呢個19年去到22年咧，呢個期間出咗好多報告。咁入邊咧嘅原則其實我哋非常同意嘅，譬如話包括個性別嘅中性咧，就唔應該係有啲罪行咧，淨係某個性別可以犯嘅，我哋非常同意嘅。咁其實我哋係就住佢入邊提到嗰70幾項咧，我哋而家其實已經係進入即係將佢細化咗，係希望將佢變為法例嘅階段。其實我哋打算係今年咧，希望可能下半年咧就開始係會係推出一個諮詢。咁當然啦，我哋一定會係透過呢個保安事務委員會咧，係再進行一個諮詢，咁從而咧將頭先咧就係阿陳議員提過啲嘅點咧，可以係加埋落去考量，咁希望推出嚟到寫法例咧，能夠係更合時宜嘅。多謝主席。